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有一隻印尼嘅唐人朋友來老我哋傾下偈啊！麻煩你先老觀眾朋友簡單介紹下你自家先做得冇？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印尼野生嘅阿偉，我今年13歲。你係在野生出世啊？係啊，我係印台嘅野生人。你本身係算乜嘅人啊？潮州啦，我阿公嘅阿爸係來自吉陽嘅。聽你也會講潮州話咯？係啊，你在屋企係主要講乜嘅話啊？老我阿爸咩，老我阿姐，我都係講英文、老辦法，但係咧老我嘅親戚就係講潮州話、老廣府話為主。在印尼嘅廣府人多嘛？我覺得咧，老潮州人差唔多，只不過潮州人比較密集，所以佢哋要潮州話嘅環境。但係廣府人好分散，所以乜界地方都要廣府人，但係冇乜界人嘅環境。你廣府話係在哪學進來嘅？阿婆係廣府人，你喺廣府哪一隻地方啊？番禺。所以你係看得到香港嘅電影啊、電視，你都冇問題有睇啦。差唔多啦，我中意看。聽日華文係在哪學進來嘅？華文係在學堂，因為我係中校嘛，所以我小學階則時就要華文課。你客家話要喺哪學進來嘅？大部分係我自家學進來嘅，我做乜解愛學客家話呢？因為我講客家話嘅親戚好多都過身了，所以我就覺得我愛要責任。咁你點解在哪位處嘅？我去加拿大，你係幾時去加拿大嘅？我係17歲左右。所以你在那邊讀完10個年啊？係啊，即係以前係去讀書嘅啊？係啊，見下我做工咯。那你在那邊應該多多少少都有機會練習到廣府話、老華文啊？係啊，都要嘅，廣府人好多啊。而家係加拿大好凍，所以如果你想過嚟加拿大咧，你要習慣一個天時。咁你本身係住喺加拿大邊個城市咧？係多倫多最大嘅城市。多倫多嘅唐人多唔多？好多，應該係喺多倫多最多嘅，但係溫哥華比較密集。即係你都有去過溫哥華嘅？其實我係溫哥華讀書嘅，但係我讀書之後就搬去多倫多做嘢。你本身係講潮州話嘅嗬？係啊，潮州人啊，上載就是到西婆羅洲。